大家好，歡迎返嚟老明。今日同大家睇一場英超精彩對決，紐卡素主場對車路士。呢場喺香港時間12月20號晚喺聖占士公園上演，兩隊都係今季起伏好大，但風格好進取。紐卡素今季主場火力依然好猛，入波同預期入球數據都係聯賽前列，喺屋企幾乎場場都有波入。車路士就一如既往好神經刀，有時打到好靚，入面線配合順到飛起，有時又失誤多，防守斷片，作客表現特別唔穩。紐卡素通常主場用4-3-3或4-2-3-1高強度逼搶，兩邊翼鋒爆邊，喺二線推上去搶第二點，對手一唔小心就俾佢哋喺禁區頂附近起腳。車路士多數都係4-2-3-1，後場由門將加雙中堅慢慢 build up，中場雙防中要同邊閘互換位，拉開對手防線，靠攻中同側翼球員插 half space。紐卡素前鋒同翼鋒對車路士兩個中堅同閘位，係成場波最關鍵。紐卡素喺主場每場都有好多射門，特別係禁區入面嗰啲，車仔後防如果一分神，分分鐘俾人食第二點。中場對決方面，紐卡素嘅 box to box 中場會成日力撚入禁區，而車仔防中要同中堅之間保持距離，如果條線一掉落去太深，紐卡素就可以喺禁區頂博遠射同二次進攻。由今季數據睇，兩隊平均入球同預期入球都偏高，屬於唔太識收油嗰類，所以今場好大機會係開放式對攻，同時兩邊門將都會磨。一啲海外盤口同模型其實都有俾到紐卡素主勝有一定水位，主場加持之下，贏波機會唔算細。預期上半場車路士可能控球會靚少少，但紐卡素逼搶一上身，車仔後場出波好易出現 miss pass， 被紐卡素喺高位搶到波，打返轉頭。去到下半場，紐卡素體能同主場氣氛加持之下，節奏多數會去到佢哋嗰邊，後備上嚟再加一腳，最後有機會反超前手到完場。最終預測紐卡素2-1贏車路士。兩隊都有波入，但紐卡素主場功力同壓迫強度略勝一籌，捉到車路士後防唔穩嘅弱點，小勝一球合情合理。如果你都中意呢啲賽前戰術加數據分析嘅內容，記得幫手冚個讚、訂閱同分享俾身邊睇英超嘅朋友。都可以喺留言話俾我知，你覺得今場紐卡素對車路士會係咩比數？睇好邊隊贏？